老年这吼，就那世界级的啊，啊，个这个跳绳，而且女师傅，女师傅做锻炼发挥。来，咱观众吼，闪一个咯，互伊加目睭吼，互伊遮牛加目睭来闪一个吼，闪一个。不是有没有在这边？我来了李师傅进场，拍拍给李师傅，加油对，感谢。对了，看转。后来你都要跑下路啊，所以做满了之前，光要你啊。给你跑到一个地方，别个就啊，是安全一点，那个在靠我坐在这里头，这个都啊。来，牛，这边出来喽，来进好。掌声鼓励一下，我们的李美琪女士，好看哦，安装接完做完怎么买的？赚。他哪个猪也要真是的。来，跑起来，起来，好来，你再跟起牛哥赶过来，跑起来哈！请这里的小孩先请准备哈，跟前面的小孩先准备。这是来自咱家人的地方吼，所以大家看表演，是真难听。所以若表演精彩的时阵，咱全台人的乡亲足热情的，会去鼓啊拍较大声的吼，鼓啊拍的吼，手若整起来，找我领药啊钱啦。好，安尼好，一个人吼，安尼收恁100块美金就好啊。掌声鼓励一下，连续黄忠龙，接龙头龙珠来做带领。太无拍鼓啊！来这前几队，我俩他得慢慢的享受啊。这是台湾表演，台湾表演出名哦。这节目的表演哦，咱台湾先出名哦，大家讲。来，快过去！马上就来了。
这个长板呢，我到改成5泉水，你是5泉水是从哪一批来来传销哦？大家看到现在多万钱，我们对不对？天才成和老板。小朋友朋友，小朋友他可以的，好嘞，小豆佬啊，连连长长。
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无良学啊！后来今仔要爬龙船哦，咱看交代天路那爬龙船，这袂看我的龙船，来，阿婆嘞，快去哦！幸福航向，我来简单的讲到。掌声鼓励。你干嘛？你先快快回去啊！我嘛看袂到。后来注意这摆搞排机吼，排机发挥好啊。哦。掌声鼓励一下。来，快快点！中四楼，祝福大家飞上柳上，多点指纹带。还头在高，好不好？走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来宾注意哦，我在轿车293这个数，轿车293这个数，你要紧开走吼，要若无要叫这个警察来抓掉哦，因为咱这摆遐进着咯，293这个数，这个轿车来轿车过来。
哦。